阿華接到電話，今日有一個香港嘅長者要過嚟深圳參觀老人院，即刻嚟到福田口岸接老人家，左手同老人家拎住行李，右手攙扶住老人家，貼身又細心。周阿姨話有啲攰，阿華同佢搵個地方坐低休息一陣先。見阿姨搵唔到嘢，阿華要幫手一齊搵。周阿姨話係飲茶先，阿華就扶佢嚟到架車嗰度，跟住同阿姨開門，同阿姨攬好安全帶。到咗茶樓附近啦，阿華同周阿姨開咗門，跟住小心扶周阿姨慢慢地落車。係咪好似個親生仔咁細心呢？但係阿華真係唔係親生仔嚟嘅喎，佢係專門陪老人家嘅啫。嚟到茶樓，扶阿姨坐低先，慢慢揀，呢度啲嘢係又平又正。周阿姨話好好味哦，仲話下次仲要嚟哦，下次再 call 埋阿華陪佢一齊行下街，食下嘢。食完嘢仲諗住去參觀下老人院，而家就嚟到老人院啦。呢間老人院喺龍崗，睇下啲房先，係咪地方都幾大呢？又幾新，出邊都幾好視線，價錢都好平嘅喎。好似呢間老人院，如果係生活自理嗰啲老人家呢，即係行得喐得，咁包食包住，一個月得4000幾蚊啫喎。當然，如果係行唔到、喐唔到，要幫手沖涼，咁就價錢唔同啦。呢度有個價錢表，大家可以睇下。睇完之後有冇咩諗法呢？